距的。双语，一份是国语，一份藏语。小罗没看到啊，今天应该来哦。到了走。这里有个小朋友，这里可以。这是更好的。这是跟谁的？罕见国际有中，国度朝鲜交际，我在亚洲大义国际，亚洲相对主义完美，无人大事的什么，国家的什么，朝鲜交际什么，我亚洲。
他们带什么带？没有了。深色衣服那个，是深色那个小朋友。不行，给我线，我要我线。这你先送吧，我自己线。等一下，你把他的送了。单独的粉色的跟他。给我。不是，还有一个，另外一个。你先拿过来嘛，拿过来。先拿过来。先放这儿，等会儿放。都是满点心不是？这个是给那个妹妹的。那个先拿过来哈。好。那个小朋友也不错的，是妹妹，哎。没发了没？等下，别到不才拍，现在不敢走。哎，这会儿我给凳子要送人。凳子要一个，凳子要送人去灯。他们另外一个，还那个凳子等一下啊，等我叫他一会儿的嘛。哎，对，你现在送吗？好的送。送你去真的。我线发他的时候就跟我跟随一下就行。好，后面就可以放。这是舞台。对，这个。这边是不是都有？现在发，去真的来吧。是去真的。哇，小
小心哦，小心小心！哇，差点把那个手机，差点有手机放出来。他听不到他那个。哇，记得好。那你拿着嘛，给我说一下嘛。小朋友有5岁，穿深红色衣服那个。他红的吧？深红色衣服那个。深红色吧？这个小朋友5年级。对的，兄弟，送一个。对的，这是韩国那个。把人弄一下，他没有接触过这个，他都不知道那个，所以我没他的联系方式。他这个是啥子乐手的那个小娃的？是一个他们来过的，那个境外的，那个韩国。来过的。来过的是哪人的呀？韩国的。韩国的吧？对。他待会儿过来看嘛，那个有演那些，他都没经历过第一次 first time。拉手喽，这个好难得，好久以前人太多了，他不会拉的，现在人尽量可以了。对，居民军送的。